香港大埔宏福苑11月26號發生5級火警，警方11月29號話，截至當日下晝3點，大火已經造成128人死亡，83人受傷，仲有150人失蹤。香港官方覺得圍住大樓嘅竹棚係火勢咁快蔓延嘅主要原因。甄妮、黃秋生等藝人都反駁竹棚助燃嘅講法，直指外牆防護網先至係助燃元兇。對於造成咁大火災嘅原因，網上一度流傳竹棚易燃嘅講法，甚至有內地傳媒將火勢擴大歸咎香港傳統用竹製腳手架。香港官方喺記者會都順意呢啲聲音，刻意避開大陸提供嘅外牆防護網。歌后甄妮27號喺 Facebook 貼文話自己睇咗新聞，覺得起因係煙頭燒到綠色防護網，之後係發泡膠，之後先燒到綁竹棚嘅繩，竹棚係最後先燒着。佢講竹棚係冤枉嘅，強調竹唔會自己起火。甄妮批評政府失職，話百姓要嘅唔多，淨係想安居樂業咁簡單，每日努力走趯交稅，淨係為兩餐。政府機關做公僕到底把咗啲乜嘢關？最基本嘅良知喺邊度？令有錢人更有錢，窮人更窮，毫無安全感可言，已經唔再係東方之珠啦。影帝黃秋生同一日都喺 Facebook 用廣東話貼文話，攞條竹點火試下就知道啦。到底係網着火快定係竹着火快？乜嘢先叫易燃物呢？佢講到明，用常識都知，竹棚助燃根本講唔通。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28號喺記者會話，經過初步檢驗，大廈竹棚用嘅圍網係達到阻燃要求。但係事故之後，住喺南區薄扶林碧瑤灣嘅住戶上載影片，該屋邨第4期由宏業做外牆維修，佢自己攞咗棚網嘅樣本做燃燒測試。片入面見到戶主剪咗塊橙色棚網點火，火勢即刻蔓延，仲有融化滴落嘅情況。該住戶喺片入面話，承辦商話過呢啲料防火。但係測試結果令住戶擔心工程安全，形容燒起嚟好似蠟燭咁。歌手吳林峰都話唔係竹棚嘅問題，而係人為因素加埋冇用阻燃網，先令火勢蔓延。佢批評香港官方居然將問題推晒落搭棚用嘅材料，有冇良心啊？咁樣誤導人，唔好害死成個行業。我知材料一定有關係，但係唔應該借呢樣分散大家注意力，應該揾工程負責人出嚟交代啦。事發前網上傳過宏福苑施工間公司貼咗公告，顯示大樓外圍防護網係由一間叫山東神旭化纖繩網有限公司生產嘅，而質驗報告係山東濱州檢測中心出。甄妮話自己已經捐款幫香港快啲渡過難關。佢喺貼文發話，事發後官員講廢話，唔係第一次，都唔會係最後一次。燒嘅又唔係佢屋企，睇下揾邊個嚟祭旗。佢感慨香港係悲情城市，生活毫無安全感。